为什么要跑到那种地方去？今天还好是我及时赶到，要是下次你不在我身边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浇花吗？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印象，就是她浇花的身影。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种了很多的花，我妈妈每天都会把所有的花浇一遍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一次车祸夺走了我爸爸妈妈的生命。当时我特别恨自己，我恨自己太渺小，没有能力保护我的亲人。所以我长大之后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变得强大。只有强大了，才能保护我的亲人。每当我想起我妈妈的时候，我都会浇花。也许，这就是对她怀念和祭奠的一种方式。傻子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你和奶奶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们。奶奶，你昨天晚上一定没睡好吧？你别怪我表妹，我代她向你道歉，你千万别气坏身子啊！不会的。自从锦溪嫁到我们家呀，一直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姑娘，我们都很喜欢她。可是这段时间也不知怎么了，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可能是因为她心情不好吧？心情不好？她有什么心情不好的？喂，小薇。哎，妍希啊，你没事吧？昨天那事儿跟谁呀？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倒说话呀！你没事吧？喂。小薇，我突然又觉得自己有点晕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等我好一点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哎，喂！是。奶奶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呀。我和景熙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。你跟她的关系不是特别好，为什么？景熙这个孩子从小特别爱玩。你说我又做表姐的能不说他吗？那时间长了，他就觉得我多管闲事，和我生气呗。你管她是应该的。像酒吧那种地方，是女孩子能去的吗？那么乱。昨天晚上西城从酒吧回来，满身是血，把我给吓坏了。万一他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他死去的父母交代？哎呀，奶奶，你别动气，别动气，回头我一定说他，好不好？你告诉他，下回若是再这样，可别怪我不给他情面。是，奶奶。
我出去走走。你跟奶奶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苏妍希，我当初真是小看了你，你勾引男人有一手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谁勾引男人了？我本来是让你掩护我，没想到你跟我抢男人。怎么可能呢？当初我也觉得不可能啊，但现在这个就是事实。顾西辰他对你动了真心。从我进入顾家那天开始，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。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把妈妈还给我？等你离开顾西城，我自然会把你妈还给你。我妈？她不是你妈妈吗？她不是我妈。从她和贺振东离婚的那天起，她就不再是我妈妈了。当初她不要我，现在想我认她，怎么可能？贺锦熙，离婚这件事你怎么能怪妈妈呢？她当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爸爸那么好赌，赌输了就喝酒，喝多了就打妈妈，那种生活让她怎么忍得下去啊？忍不下去他就离婚，就带着你一走了之，把我留给贺振东。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贺锦熙，你太自私了。那你知道这些年我跟妈妈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跟那个女人怎么过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但是现在，是你抢了我的男人，霸占了我的位置，是你欠我的。贺锦熙，如果不是因为妈妈，根本就不会站在这儿。你想要什么尽管拿回去好了，不稀罕。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，酒吧里边那几个下三滥被猛力教训了一顿，现在躺在医院里边呢。你要是觉得不过瘾，等他们出了院，我再替你教训他们一遍，怎么样？不用了。那个酒吧谁开的？好像是吴东那小子吧？吴东？别人开酒吧，他也开酒吧。他那个酒吧什么人都去，你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别开了，否则我对他不客气。行。哎，西城啊，小嫂子看上去不是那种喜欢去酒吧的人呢，她怎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他最近有些心事。问他，他也不说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没什么，就是喝了点酒。让他受点罪也好，这样，他以后就不会出去乱跑了。会调教。